其实在中国搞定 MetaQuest 的网络问题真的超级简单，只需要手机开一个热点就可以了，根本不需要什么梯子、节点、机场、加速器、VPN 或者是加速盒、电脑还要下专门的软件，这些都是不需要的。像我现在这台手机就可以完美使用 Meta 的这个 App， 而且能正常的浏览购物绑定 Visa 卡以及下载游戏，还有激活账号、注册账号，也不存在什么被封号之类的问题。可以看到我现在正常浏览页面，甚至是播放宣传视频都没有任何问题。打开设置可以看到我现在手机里已经插入了一张香港的手机卡，然后我只需要进行一些特定的设置，我这台是小米手机，只需要把一些选项修改一下，然后拿这台手机开热点给 Quest 连上这个热点激活就 OK 了。